大家好，今天是小年夜，我在这里要先跟所有的台湾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华人朋友拜个早年。首先，我要特别感谢现在还在岗位上努力的国军、警消、海陆空运输的驾驶、机场工作的同仁，还有医护人员，因为有你们，才让全体的国人可以有一个方便、安全的年假。农历新年是台湾人民跟全球华人最重要的节日，我要祝福大家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鼠年行大运。我也知道最近有很多的香港的朋友关注我的影片，我也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可以改类。就在不久前，台湾刚完成了一场大选，台湾人民用民主投票的方式选出了自己的总统。用我们的方式向全世界发出了民主自由的光，向华人世界发出了尊严希望的光。现在选举结束了，国家要继续向前行。今年吃年夜饭的时候，不管大家电视想看哪一台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只要家庭和谐，国家就会团结。最后我再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事事顺心， Happy Lunar New Year。